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20，哥林多前书1章27节安尼讲：若是上帝经世间的戆的，来互智慧的人见笑；上帝也经世间的软弱的，来互勇壮的见笑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无智见笑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用能力创造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展开这天的天地自在。主啊，独独你是真的上帝，是活的上帝，是永远的王。因为你一个生气，地就震动；你一个痛恨，列国拢挡袂牢。主啊，世间人拢愚妄，无知性，用家己手所做来拜，伊无外开伫伊的内面。人确实掠家己做聪明，反倒当掠敬畏你的是愚妄。总是感谢主，你拣选互人看做戆的、软弱的，正做智慧、刚强，互体笑阮的变做见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虽望世间人看咱是愚妄、软弱，总是咱若伫主的内面，就要成做有智慧、阁勇壮的人。愿主时刻甲咱相甲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